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3月26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议会上午进行的是公务甲水利两个单位的工作报告。会中这位议员除了关心饮水地区的改善以外，议员陈英丁嘛针对亚太国际棒球中心的工程进度，要求市府一定要赴明年7月世界杯小棒比赛举办。以过去2届单次成功举办世界杯小棒比赛经验，24号下晡，世界棒垒总会佮正式宣布台南连续4届主办权。面对该项台南的喜事，议员陈英丁上午伫工务局的工作报告，要求明年7月比赛亚太国际棒球中心的工程一定要如期完成，袂当有任何时间差。这个亚太国际棒球中心，咱今嘛最近动工嘛吼。咱有估到什么时阵当来完工？100就是明年的6月。明年的6月哈要来完工啦哈。对。那可以赶得及这个 WBSC U12的这个比赛吗？7月，那是7月哈，安尼会糊啦哈，拄多好。你认为讲这个工期顶管咱局长绝对有信心啦吼。是，其实福清它也是一家大公司。当然啦，有能力来得标这么大的，一定是大公司啊。像他他现在有承揽这个台北市旧的议会的 BOT 案，大概是100多亿。是，我想局长这个当然能够得标厂商，我们是期待他一定是有相当的实力，而且都要如期完成哈。那你现在看这个亚太国际棒球中心，它的完成时间预计在明年的6月。来7、8月都要比赛啊，所以这时间上袂当有小看一点点延迟都不行，只要有延迟，这个就来不及办了哈。议员除了关心棒球运动，另外甲议员董片娥嘛同款关心北区文贤、文园、成功等各里的排水问题，要求水利局伫雨季来临进前，包括北岸抽水站的基础一定要全部安装完成。电新闻军自林根采访报道。其实顶礼拜市府的财主单位伫议会工作报告当中，议员的陆续针对房屋税明年第3批调升，要求要由新市长甲新民意来决定。上午会长郭信良经进一步邀集9位议员共同发表声明，要求市府伫今年来动房屋税撇免扩大民怨。由会长郭信良带头，总共10位议员上午伫议会发表声明，因为4月20日开始，市民陆续搁要收到房屋税单，恐惊第2批调升会互民怨愈积愈重，特别是课税搁追溯到15天，百姓根本无法度忍受，所以徛伫整理法要求市府唔通搁去。呼吁市府动涨房屋税，呼吁台南市政府动涨房屋税。动涨房屋税。台南市人民的收入是全6都里面排名最低的啦，所以百姓的收入并不是非常的优渥，也不是非常的可观啦。以理的话啦，那追溯15年是所有全国的百姓难以接受，而且不可以理解的一个年限，所以更何况台南市民呢？更是觉得匪夷所思了依法宪法精神的保障是有利于人民，可以追溯既往；不利于人民是不可以追溯既往。所以此一的法在立场上非常的站不住脚。所以台南市政府于情、于理、于法都不可以丈夫加在台南市人民的身上。所以在此要求。台南市政府要立即悬崖勒马，今年全部动涨所有的房屋税。不过，因为第1批起房屋税，真正议员个别的发声，最后拢无法度影响市府的决策。对此，副会长强调，这摆若个无支持动涨，相信人民会用选票制裁。呼吁所有的议员，毕竟所有的议员是人民选出来的，如果你不
不立即加入所有这个要求动涨房屋税的行列，让台南市政府有所压力的话，我相信台南市民在年底的选举会做一个非常明确而且有决定性的选择。那你们就自己看人民的反扑的力量，结果会怎样？面对副议长的大动作，对此议会国民党团表示，过去一直动起房屋税，不过近来民进党内要加税是人民自豪的发言，所以考试因现在拢精神啊，嘛要求因内部爱心整合，目标一致。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在民进党内市长初选胜出的立委黄伟哲，23号开始展开团结情谊之旅。首先拜访的是立委叶宜丁，双方对着党内团结拢有共识。叶宜丁表示会尊重初选的结果，全力支持黄伟哲。黄伟哲甲叶宜丁双方一见面就先伸出友谊的手，也真大方，互媒体来翕相。历经民进党台南市长提名初选，互相攻击，风波不断。最后由着黄伟哲胜出。黄伟哲因为希望党内会当团结，所以展开着情谊之旅。第一站前往新营区拜会叶宜丁，也表达出团结的重要。我觉得其实这个团结是很重要。过去在高雄前镇小港曾经发生过这个鹬蚌相争，这个结果蓝军得利，所以我们更要体会这个情形。民进党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分裂的偏见，在台南也没有分裂的本钱，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党内的团结是很重要。但是团结不是空口说的，团结是要靠实际做的。所以我们去拜访所有的这个党籍的同志，不管是初选竞争的对手，或是党内的前辈大佬，这个拜访我们是一定要做，那而且要用平常心来做，就是说我们会尽其可能的去做包括不仅是礼貌上的拜访，是要实际上的把他们的政见想法跟他们未来城市规划的蓝图都拿回来，能够一起大家讨论。立委叶宜丁除了表示尊重民进党内初选的结果，同时也提醒着黄伟哲，伫咧未来的市政规划一定要注意着平衡发展，避免城乡的差距继续扩大。初选已经结束了，那是黄伟哲委员胜选。那身为一个党员，当然要支持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哈。这个请黄委员放心。但是呢，我也要退回来，作为一个立法委员的身份呢，希望这个未来的市长能够重视第一选区，因为第一选区有很多选民觉得被边缘化，我就算不要讲得这么严重，所谓的边缘化，至少真的有很强烈的疏离感，所以希望以后。是否能够让城乡共荣，能够每一区均衡发展？黄伟哲表示，党内初选6位候选人拢是民进党内优秀的同志，理所当然爱拜会每一位候选人。另外，伊也希望会当整合所有候选人的政策，未来伫咧担任台南市长的时阵，会当发挥到上好的市政，为市民来服务。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但是国际成功青商会甲立委林俊宪利用假日，透过安迪的事务银行的物资整备，做回来关心弱势学童。为中成功青商会嘛，捐了侪物资甲现金，希望当互弱势学童上届直接的帮助。无论是大朋友或者是小朋友，拢伫咧安德烈事务银行专心依照着名单整理食物。要将因归类做伙，同时也打理着1000份的纸箱啊，要来放1000份的食物包，要分送予伫咧大台南济弱势家庭。一寡辛苦的志工，全部拢是台南市国际成功青商会因主动自发，要来协助着安德烈事务银行。我们这个活动的初心就是，既然一直在想说，我们身为社会的一个青年。那在我们有能力回馈社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做什么？那今年竟然有机会担任成功青商今年的会长，我希望可以发动群体的力量，做一些正面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那本次活动跟安德烈这个社团法人合作，那我们成功青商这边，我们现金的捐赠是新台币5万元，
及一些物资，合计来讲的话，大概总值大概在8万块左右。那基本上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个小小的举动，可以带给社会一些温暖。金郎会长也有提到，穷不能穷教育，饿不能饿小孩。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我们能有社会的力量来结合以后，来分享给需要帮助的人，让他们有重新再出发的力量。那也很谢谢各个单位愿意来出钱出力，希望未来我们也可以抛砖引玉的概念，吸引更多的企业或者我们的社会的力量，来为需要帮助的人来付出一点力量。立委林俊宪伫咧百忙当中，也特别拨工前来做伙参与这项有意义的活动，希望会当感动更多人做伙来加入爱心行列。这一次我们募集了1000箱可以帮助1000个家庭。那特别感谢踊跃捐献的很多朋友们那1000箱的东西要出力，要有人来帮忙装还要出钱所以特别感谢成功经商会他们人也来了，钱也带来了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成功经商的伙伴们还有蔡小薇大家一起来。那希望抛砖引玉让社会各界大家。我们要关心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人，尤其是小朋友。那安德烈食物银行他们已经有多年相关从事类似的慈善活动，也在这里呼吁社会大众我们一起来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忙的人。借由食物包的援助，让弱势孩童会当健康来成长，嘛希望有较侪人会当做伙来响应，将爱传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因为最近各个菜价崩盘嘛，出现农民无愿意采收，规气就放伫田里做肥料。推出议员参选人李宗翰为了帮助农民，同时推广食农教育。26号上午邀请台南教育院院生，甲后壁区农产体验采收。最近各个菜价销崩盘，采收无符合成本，农民毋是开放民众自由采收，就是全部摕来做肥料。议员参选人李宗翰不忍心看到农民受苦，特别邀请台南教育院的医生来到后壁区体验采收各类菜，希望帮助农民的同时，嘛会使互教育院的医生食到好食的各类菜。咱少年朋友有想讲要互尽量更较侪的人会当来遮采收，所以我甲伊普及伫网络顶悬，希望讲会当互更较侪的朋友会当看到这件代志。了就真侪咱新营大溪北的朋友来讲，安尼袂歹呢。甚至讲伊嘛有办倒转去，互因的村里的人，甚至讲伊的朋友做伙来享用。所来上重要的是，因为透过网络的力量，嘛有人赞助讲，安尼伊要提供1万块，甚至讲更较侪的经验，就是要互咱遮的朋友，甲互咱台南教育院的朋友做伙来采收，提供互咱的弱势家庭，就是希望讲透过网络，互更较侪的人知影，嘛。亲算嘛是替咱的农民朋友咧斗相共。这届对台南教育院来讲是一个真好的经验，嘛是因第一届加入社区，对未来甲社区的互动有真大的帮助。农民表示，虽然开放采收嘛是无符合成本，但是总比放咧堆肥更较好。嘛欢迎民众这段时间做伙来采收各类菜。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今日一对妇幼节就要来到市府教育局甲议员刘维英特别给下知名连锁牛排馆，要共同捐出250份餐券，互安平区内5间各式的弱势家庭买当享受一顿青草。妇幼节就要来到，市府教育局以及议员刘维英共同举办贵族世家旗舰店，做同贵妇幼的关怀活动，结合爱心企业家莫义伟的捐赠。大方送出250张餐券，要互安平区内5间各小的弱势家庭欢喜过节。也感谢贵族世家市政店莫义伟莫老板，在上次重阳节也来捐赠一些弱势的老人吃牛排。那这一次因应儿童节的来临，所以他也捐出了250份的牛排、猪排跟鸡排，让安平区的国小的弱势的儿童，总共来受惠250份，总共受惠125个家庭。因为希望一个爸爸或妈妈可以带一个小朋友去，让他们有一个开心快乐的儿童节。其实我要特别感谢这个社会上很多善心人士，像莫一伟莫老板这样子，
虽然自己这个事业有成，但是也愿意来这个奉献社会，取之于社会，然后回馈于社会。那小弟我以前本来就是台南人，因为因缘机会去到高雄发展这样子，然后又因为一个机缘，然后又回来台南，继续奋斗这样子。那妈妈说的就做人正能量多一点，就有这个能力，那有这个平台，有这个舞台，那我们能够回馈就尽量回馈。出席观众仪式的教育局副局长王坤元嘛表示，非常荣幸会当代表教育局参与这场遮尔有意义的活动，嘛感谢莫义为的热心公益，多年关怀弱势的心，嘛呼吁受助的学童爱用心学习，自我提升，总有一天嘛会当回馈社会，互爱心延续落去。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福光山南台北院连续在当举办安乐护幼系列讲座，历今年讲座将伫4月1号登场，将连续14天，邀请各界名人甲福光山的长老法师进行对谈，对无同的经历分享因的人生智慧。福光山南台病院安乐护育系列讲座是南台病院相当受到瞩目的活动之一。过去11天以来，拢是邀请各界名人以演讲的方式来进行。今年伫满洲法师担任总主持了后，特别改变做法，邀请福光山的长老法师甲名人讲师共同出席，以着对谈的方式分享双方的人生智慧，搁较以佛家的观点来解释人生课题，带领听众为文化中学习佛法。我们自2007年落成以来举办的第一场安乐护幼讲座，连续至今已经第11年了。第二个黄金10年，经过团队的集思广益、集体创作，今年我们每一场特别邀请了各领域的精英人士1至2位，与佛光山的长老法师们展开精彩的对谈，而法师们也都会以另一个主题，用轻松活泼的方式提出佛法的见解，希望借由出家、在家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跟大众以出世入世分享人生智慧，就如同为社会点一盏灯，照亮每一个人的心灵视野，让人人更安乐富有。这届讲座将伫咧4月1号登场，邀请到医疗、经济、演艺等各界杰出人士进行分享，而且完全是免费。主办单位福光山南台病院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目前为伫白河林厝边的木棉花道会加咧大开，吸引在游客进入欣赏。对此，龙局马小处伫遮结合台南月光棉行销，举办千人包素食活动，场面相当壮观热闹。搭配着白河林厝皮木棉花道盛开的季节，台南市政府农业局为着要大力推广着台南月光棉，
特别举办2018发现台南月光米木棉花道千人长寿司的活动。现场在大朋友、小朋友，甚至有一家大小拢来参与，安排了1000多人，大家乐乐长，共同制作长度大约450公尺的长寿司。因所使用的拢是台南月光米，不但每一粒米品质优良，而且食起来又搁香又搁 Q。就是咱世界亚洲第11段的这个木棉花道，就是伫咱台南市白河区玉峰里。咱今日为着要来推广咱台南除了有真水的木棉花道以外，咱嘛有真优质的这个良质米台湾月光米，所以农业局特别来结合这个水的花道，甲着咱的台湾月光米，招1000外的人做伙来耕寿司，所以咱伫这个现场，今日有够的这个情况吼，希望大家来食咱台湾米，台湾好米赞。为着要完成这长长的寿司，农业局特别准备了800斤优质的台南月光米，让民众来做寿司。做完以后，买当食看卖啊！这台南月光米的好滋味。今仔日拢总准备这个月光米这800几公斤，另外呢，咱在地这个鱼松还有这个芦笋、香松等等的材料，拢是咱在地的所以咱借着这个活动，会当介绍给咱消费者食好米。食上好的台南月光米台南月光米呢不仅会用来煮，嘛是会使来做寿司，也嘛会用来做麻糍，所以是多用途我希望讲所有的参加的民众大家斗相报，甲咱的台南月光米呢好好来甲伊做一个推广。民众做完寿司以后，买当伫咧现场，一面欣赏着美丽木棉花，一面伫咧户外野餐，品尝着家己现做的寿司，会当讲是非常特别的体验。咱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另外，位伫南区的昆士湾活动，也一直以当地文化甲特色引起民众热情的参与。伫今年1日活动第24号正式登场，希望一档一档将昆士湾这个品牌扩大行销。今年一度的昆士湾乐活文化季24号上午伫喜洲万丰宫庙前，由副市长张建元、南区区长朱董等侪议员甲贵宾的共同广告，展开为期2天活动。击鼓庆开幕2018昆士湾乐活文化季，在我们这次，在我们的所有的贵宾，还有我们的张副市长的带领，咱每年咱来使吸引的游客。超过3万个啦，大家安尼有够无？咱昆士湾是咱3个所在啦吼，树昆新皮球湾里3个所在，咱这几年来的推动，所以昆士湾已经成为一个名词了哈，已经成为咱这个地区咱一个代名词。所以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了，以后咱若想到台南，咱即马拢想到安平，以后咱就会想到昆士湾，大家讲安尼好唔好？好。但是南区公所持续举办昆士湾活动，除了备受民众喜意，嘛是推广当地文化甲特色上好品牌。开幕会中经准备喜洲阿嬷手做的红菇粿，互大家品尝古早味。另外，今年除了有社区古水的乐龄舞团，也有各下省社团轮番演出。上大无共，就是推出畅游券扩大行销。第一点，咱今年有推出畅游券，就是有咧卖畅游券。这个畅游券就是希望讲，咱今仔来遮佚佗的人，咱甲分平分得开，尤其是咱这个畅游券，因也会当来食咱的风味餐。因为风味餐就抢手，咱大概杀出来就秒杀，连年100几点就定了但是呢，有一寡散客，咱对台北来，对桃园来，因来到这想要食咱的风味餐，想要了解咱的bản地文化，但是呢，伊无法度订这块岛，所以咱用畅游券互伊买，安尼伊散客会当来参与咱的这个，会当来参与咱的这个风味餐的活动。
对立各学生社团卖力表演当中，要共同将昆士湾的观光品牌行销出去。跟新闻军及林根采访过的。新闻最后再来关心天气变化。明仔是这份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0度到27度，白日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3月26日中嘉淡定新闻，咱再会。